我们同时投诉，怎么我这里就没人来骚扰？这不能拒绝，也离不开部落，那你就只能嫁喽。哈哈，李清流嫁给第一勇士当压寨夫人。哎呦，我的肚子啊！你还笑？今天我差点被人勒死了，你还光顾着卖茶叶。哎，那我还不是为了创造机会让你脱身啊！哼！哎，哎，今天晚上你睡地铺啊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哼！谢谢。切，谢我什么呀？是谢我让你留宿，还是谢我卖茶叶救你啊？这两样都不用谢。你想进来呢，我拦不住你。至于那个茶叶沾了水、受了潮，估计也卖不出去。今日走婚夜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想法？我对这些没什么想法，我其他想法倒挺多。比如说，我想做好龙珠帮，想让五云阁的姐妹们都有个好人家，想让师傅不愁酒肉养老，还想为小琴找个好归宿。你们这些干嘛？古中亲亲，古色古琴，声磬同声，唯你和我。什么意思啊？今日在摔跤场上，我突然心生一种感觉，从金线到女儿图，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成就对方。声和磬看似不同，却同音。刚刚你说你想让周围的人都过上好日子，而我想的是让丝绸庄继续发展壮大。你有设计成衣和做买卖的天赋，而我又恰巧在这方面有所体悟。或许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比肩携手，成就彼此的梦想。你和我比肩携手，成就梦想。好像是可以哦。你看，我有天赋，你有钱，这不光是做衣服，我开青楼，你拉客；我卖肘子，你开养猪啊！哈哈哈哈！啊，快啊，我睡了啊。